这废弃的玻璃，若当犹阁歹用，因为这个塑胶事故也早就是一项环境的问题。高雄市中正高工3学生是将这项废弃物加抹好喙，做出会当通光的环保装啊，符合教育部照明的标准，会当放伫门厅，也是讲摕来做镜架，变作是正利便的装潢材料。 回收玻璃管拍破了后抹刷，做成直径12毫米的透光玻璃管，插入尾部做模型了后，搁倒入暗纹涂、河刷、玻璃刷、塑胶束钢等物品拉过的玻璃刷浆，搁进行后续养护，就会当做出的透光的环保装啊架。一般的民间的回收业者不太愿意回收，那我们就将玻璃瓶还有一些废弃的玻璃作为透光环保砖主要的材料。其实最大的困难还是有关于材料比例的部分。 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废弃玻璃跟我们的环氧树脂，或者是废弃玻璃跟河沙之间的比例要多少？ 废弃物搁再运用的创意来自中正高工3名学生，经过测试，环保装啊架有采光的效果，会当放伫玄关门厅，也是间隔墙。暗时开电火嘛会当照明，得到相关比赛技高组的优选，嘛会代表台湾前往韩国来参加的国际发明展。它可以替代掉我们的玻璃，或者是一些造景墙或者各种隔间墙之类的。那么它的光线就会从另一间打到这一间来。那这个也是完整的结合我们整个地球的一个环保的题材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其实国际发明展也很重视的是你的东西是不是经过创意，它可以商品化。 指导老师讲，学生发明的环保装啊架测试了后，吸水度5%，抗争的强度嘛有符合着相关的规范，这度嘛超过500米质工，符合教育部照明标准。目前咧申请专利，嘛希望广泛运用伫生活当中，互废弃物会当搁再利用。记者王刘铁丹、香港报道。